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初9公司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先增加32例本土病例，带病入境有4例，12个人死亡。台南市场昨搁一届大规模体检验出4个人阳性，其中一个是驻地会员工，为着被人数减少，已经有登号。基金界放令9人以下团体会当出团，加在关公地区订房的电话是接袂离。游乐园嘛表示人数会有总量关制。新闻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新增加32例本土病例，带病入境有4例，12个人死亡。目前伫疫苗登记的系统开放全国第9甲第10类的意愿登记，嘛已经有超过200万人登记咯。基金界7月13开始会淡薄放令哦，针对着宗教场所的防疫计划，嘛有新的规定。来听指挥中心下晡上届新的说明。今天的确定病例哈，那本土的病例有32名哈，那居隔阳性的有13名，境外移入的有4名，死亡的个案有12名。疫苗的意愿登记哈，现在已经超过200万了嘛哈，到现在已经超过200万。这次透过这样的一个境外移入定序的专案哈，一次就可以验到总共有5个阳性这个定序的案例哈，然后分属于3种不同的这个变异株体哈。那我们在这个3级警戒的状况下，我们还是一个原则不开放，但是有条件的开放哈。那这些有条件的开放，我们有几个，第一个是要报防疫计划，那给这个地方的主管机关要同意。有第一个实联制。那第二个是进入到重要场所的时候，要全程佩戴口罩，禁止饮食。第三个是刚刚所提的量测体温。第四个是要保持1.5的社交距离。再来看台南市场昨搁一届大规模体检，2422个人验出有4个人是阳性。台北市府市长黄珊珊是表示讲，其中有1个人是急诊案例，所以算是新增加3个人胃着病。其中有一个是驻地会员工，嘛已经扣出接触者，要求爱居家隔离。现场的指挥官王必胜是指出讲，台南市场头一届普胎有41个人胃着病毒，第2届有3个人胃着，疫情应该真紧就会当受到控制。也毋过台北市长关问题对中央嘛是阁真不满哦。台北市长关问题期敢若还未消，但是伊即马出席的这个行程确定是开会，地点就伫台北市甲中央共同设的联合侦检指挥所，这是第5届的会议。卫福部医护会执行长王必胜上申告，伊表示，台南市场第1届的体检41个人确诊，第2届体检有3个人确诊，这是往好的方向发展。之前都是阴性嘛，那现在是变成阳性这样，那我们就是要去看说它是可能的感染途径到底是哪些。那我们在这个中间做了很多这个管理的措施，应该是有它的成效在了哈。那我想这个是往好的地方发展。那希望在做一阵子的这个管理措施之后，它可以变清零的状态这样。需要到的是副市长黄珊珊，伊进一步指出，台南市场台2422个，有4个阳性，其中1个是旧的案，因此新增加3个确诊，已经进行居家隔离，其中有1个是驻地会员工。那有1位是我们自治会的员工，所以今天自治会的员工全部都居家隔离。那有2位是摊位，那摊位旁边都已经全部包括9宫格的部分都也封摊，还有居家隔离。他们有几位在上一次2次的筛检其实都是阴性，所以应该是可能中间有潜伏期或者新状况。驻地会有员工确诊，全会10个员工拢奉要求爱居家隔离14天。另外，第1果菜市场是再度进行1400个人的大规模体检，分配分区进行。打上为11开始，必须要有阴性证明才当入场。记者郭灿曾志成台北报道。指挥中心宣布讲要有条件淡薄放令哦，也毋过 KTV 这款娱乐场所嘛是暂时未当开放。有市员是指出讲，台北艋舺附近哦又搁开始有人客咯。今仔早起，警察就抓到一个查某人伫路边有人客，警方是强调讲一定会搁继续扫黄。现在有做吗？徛伫艋舺的路里，
看到几个负责人伫咧大路边哪开讲哪伫咧等人，不过因去互指控讲是违法的性工作者，伫咧路边诱人客做性交易。因若指挥中心搁一届延长3级警戒，虽然是有条件小可解封部分的行业，不过这个行为也是无互批准的。都有台北市议员批评讲，艋舺西昌街甲艋舺公园等等的所在，搁一届出现有人咧做性交易。3级警戒还在延长，没想到伊拉克既然超前部署，出来进行人与人的连结，难道忘记之前的教训吗？宣布要小可解封的这一天，有民众经过艋舺广州街的时阵，发现路边有几个看到真熟悉的人坐伫乌托摆顶，或者是伫顶仔骹来来去去咧诱人客。警察伫咧查到透早，查到一个原本经营美容业姓刘的女性，以一届1000块的价销伫咧路边诱人客。伊甲警方讲，因为疫情的影响，店是规间收起来，为着生活，果不利将这来做性交易。刘姓卖淫女子于路旁叫拉，全案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已请裁处。诱人客现象搁一届出现，警方表示，伫咧艋舺公园、青山街、甲广州街等等的热点，会采规工24点钟、一个班3点钟的方式加强巡逻。只要确认是诱人客的行为，或者是性交易当场去互掌到，拢会依涉违法裁罚来上班。记者综合报道。位伫新北市南口的嘉明科技公司传出一个员工胃着病，虽然算是新北市的个案，也毋过这员工是伫桃园的工厂上班哦。桃园市卫生局先针对工厂522个员工做 PCR 的检验，目前有300多人是阴性的，其他100多人的采检结果今仔嘛会当知影。员工照常上班，三线24小时无停工。传一大厂假面伫咧南口花雅园区厂区切切传出一名员工确诊，是新北市确诊个案。工厂内底三线医院照常运作，有员工烦恼，家己伫咧危险当中。他是新北市的个案，那由于他在桃园的公司上班，我们总共采检了522个人。那目前已经有300多个人的采检结果已经出来，都是阴性。那还有100多人今天的采检结果也会出炉。公司表示，这员工家属初6确诊回报公司了后，马上展开工作区域消毒，也先针对500名员工做试剂快筛，拢是阴性。强调这个案是单一事件，活动范围以徛街甲厂区为主，工作内容未接触移工，未影响公司营运甲产线运作。针对该居隔的或者是自主健康管理的员工的部分，我们都已经进行了匡列。那在匡列以外的员工呢，他其实还是可以正常的上班，那但是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嘉明公司表示，一切遵守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相关防疫措施。桃园市府也表示，针对公司522个员工做 PCR 检测，目前356人阴性反应，也有100多人采检结果提告也出来。记者综合报道。咱帮观众朋友来整理今仔日全台湾各地胃着病民众的情形哦。今仔是增加32个本土病例，有4个境外病例，12个人死亡哦。目前台北市是有19例上济，新北市是11例哦，桃园有2例，其他的县市哦无阁有新的病例。咱台湾目前总病例数是15185例。7月13开始，防疫规定有小可放零，也毋过3级警戒嘛是还未解除哦，所以民众就爱继续防疫。咱再来看，国内疫情嘛已经有发展好咯。后礼拜一开始，无共款的产业是有条件来开放，也毋过却传出讲每一个县市的做法嘛无啥相共。亲像宜兰哦，暂时就无要开放风景地区，桃园市的餐厅嘛是袂当伫内面食物件，新竹市的市场嘛是禁止食食咯。国内嘛有医师认为讲，即马就放令实在是真危险。国内3级警戒持续延长到7月26日，不过指挥中心嘛决定为13开始，有条件放令包括餐饮场所、美食街伫内底食，也有电影院、室内外运动场馆、游乐园，也有国内9个人以下的旅行团等等。不过拢需要符合指挥中心的指引。针对这点，国内有医师都认为讲，即马部分解封也是有风险。以目前的情况来讲，我们还是很担心潜藏在某些之前有确诊病例的这些热区，可能还存在有某些的潜藏的社区感染者。其实合理的做法应该是再延2个礼拜，这样是比较合理的。
9人的一个设定上，如果说有不熟悉的人或者是不同出发点的一个人的话，这部分就要非常小心，因为其实台北的热区、新北市的热区其实都还存在，巴士的出游它的风险就是通风不是很好。医师表示，最近的菜市啊、虎林街、航空公司等等的群聚事件，显示社区内底也是有稳重的病例。不过最近会当发现户外活动的人数是明显变较侪，大概是已经关袂掉啊。政府为着民生甲经济，所以国不离中都要有相关放量的措施。不过嘛，因为各地县市政府对部分街坊意见无啥共款，亲像宜兰风景区无开放，桃园市的餐厅也是禁止伫内底食，新竹市的市场嘛是禁止伫内底食物件等等。这嘛，互外界烦恼讲，比较若是下区行煞，会互疫情搁再反扩。微解封的时候，县市不同调的原因，都是担心一旦出现了偶尔的感染爆发的时候，中央支援处置的力道会有所差别，这当然会造成百姓生活上的困扰。那也有违中央它开放的一个理念，所以中央对于这个微解封应该做一些刚性的规范。医师认为讲，针对部分街坊的规定，建议中央爱统一一个原则来做，会当先以迄个活动敢会当挂喙罨为第一条件，会当遵守挂喙罨就无啥物问题，只要做好社交距离就会当活动。若是完全袂当挂喙罨，就直接禁止或者是按计方来处理。中央若是规范了伤过幼路，各县市佫无共调，安尼颠倒会互民众毋知影要怎遵守规范。记者综合报道。国民旅游团13嘛开始解禁，9个人以下旅行团就会使出团。一寡饭店甲旅行社电话嘛已经接袂离咯。也毋过有司机是讲因拢阁还袂排着注疫苗，虽然是会惊，也毋过为着生活，有生理嘛是爱接。国内旅游特别未解封，旅行业者准备开始包装套装产品。透早先甲包车司机实车演练，旅客上车进前协助用酒精清洁双手，上车扫描实联制，车内全部拢爱挂喙罨。虽然防疫彻底，不过包车司机表示也是心惊惊。以司机的角度，我们是非常的担心，因为我们自己也是会担心，因为我们坐车子的这个环境其实是一个密闭的空间，那这密闭空间不像其他的车种可能是短暂的几分钟，可是我们是一整天的这样子的包车的环境。旅游业者表示，指挥中心一公布未解封的消息，官方的网页都有未少人来问消息。不过目前也在整理各地景点开放状况，安生旅游商品下礼拜才会出来。目前规划2人就应出团，用小巴或者是9人做载客，未并团。若是以台北甲东北角来讲，一日游产品差不多是1人1350块起跳。私岛这边的话，主要都会每周会有一个核酸检测，对，然后让民众可以比较安心的可以了解到，就是我们自己的防疫政策跟措施，然后包含我们车上也会做一些消毒，然后帮旅客测量体温。不过旅行公会表示，未解封对旅行业帮助有限，各路过去大部分是家己开车，真少会包团。若是成团要实际执行的困难，亲像小巴载客，若要每回做每台车干会用，有1名司机、一个旅客、一个导游，或者是领队。另外团客到餐厅，确实要伫内底食饭，如何分流，佫是一个大问题。餐厅的人力或者是我们旅行业者的一个就是人力，除了套餐之外，再来就是在我们每一桌都要请专人来做分菜，这个会是一个就是另外一个成本。各路未解封要如何做？观光局表示，也看照各景点的管制措施，再去会议讨论，希望协助业者落实防疫，让观光市场能慢慢转好。记者综合报道。大家要开放又搁是热热，所以包括武林农场、福寿山订房的电话是真多。南投的亲近农场是表示讲，上侪只接6成的人客，园区总量管制上侪4成。另外，伫台中的游乐园，除了有防疫消毒的设备，嘛必须爱心预约，一天上侪使接1800个人。通小可放零限制消息一公布，福寿山农场接到一大堆订房的电话，服务人员是真无用。农场你好。福寿山农场表示，确定通小可放零限制了后，平常日的订房率超过5成，休假时是强要订了，会分流或者是安排到平常日。也若武林农场最近秀球花长开，加上梨山地区当时水蜜桃大出，大家拢来抢订房。不过园方表示，
大房敢若开放4城，而且用冷房间的方式安排旅客来住，停车场也会管制，但只限制400架轿车，游览车也有限制。截至目前为止，网络订房已超过200间，电话订房也几乎把7月和8月假日全部都满了。南投的清境农场伫3级警戒期间也休困1阵仔，伫小可放零限制了后，也接到真侪电话。清境表示，国民宾馆住房率是上侪60%，另外伫青青草原也有管制人丁。电子票大概会知道现在入园的人数了，然后到了之后，我们那个票口我们会说通知相关的票口。也那游乐园的部分，指挥中心宣布人丁限制4城，但是台中的游乐园表示，除了有关防疫规格加强消毒，乐园大致敢若开放1800人，而且爱线顶先注文。那在总人流的管制呢，是整个度假区40%哦。那在预约入园的部分呢，我们最高每天可预约入园的人数呢是1800人。业者表示，虽然园区真快，但是会家己减人数，还有管制人丁和车丁，也会甲防疫做好。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长侯友宜今仔是表示讲，因的团队认为讲中央放零的办法实在要做是真困难，所以决定讲新北市的餐厅嘛是限讲只会当早顿去食。汤圆是认为讲爸鸡甲汤圆是共同生活款，会来参考爸鸡的做法。即马确诊人数有较降低，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初八宣布，为13开始会部分解封。不过疫情还阁伫咧滚价的双北，也是持较保留的态度。新北市长侯友宜初九伫咧防疫会议采示，因为新北市也是有稳定社区的传播链，加上全台湾主疫苗的比率也无够，因为中央的指引若要执行是有困难，所以餐饮业也是无开放伫咧内底食。在执行面上会有很大的困难。为了让我们落实防疫，在执行的一致性，我们决定不开放为原则。侯友宜强调讲，以管制为原则，也若要放零是以户外为主，亲像是博物馆、艺文园区等等，爱有人数的限制，而且敢若开放户外的部分，也若其他是一律无要开放。针对新北的做法，桃园是强调讲，台北、新北、基隆、桃园是共同生活圈，应该采取一致性的做法。北北基桃是具有这个生活圈的一致性，不论是这个通勤或者是这个互动，都非常的密切。那因此北北基桃的这个一致性要这个维持。因为桃园市府还阁伫咧处理国军8控诉病院甲花都群聚的案件，市府强调讲，餐厅或者是百货公司、美食街等等，敢要开放，也该单指标性的案件，对社区感染的风险降到上低，而且会参考台北、新北、基隆的做法了后，才有可能会开放伫咧餐厅内底食。记者综合报道。宗教场所嘛会当放零限制哦，也毋过庙市嘛是有家己防疫办法。苗栗白沙屯的宫天宫、台中大甲的定南宫、彰化鹿港的天后宫哦，拢决定讲3级警戒也未解除之前，要先维持原本的管制。文昌帝君、元老、法德全部拢刷到正殿，互信徒集中参拜，减少停留的时间。为着迎接7月13宗教场所小可解封，台中市乐成宫已经开始做准备。微解封哦，但是我是觉得应该还没这么快吧。你要看疫情它有没有比较下降下来，对不对？也是安全第一啦。如果你封住了，对大家也是生活上也是很不便的，但是还是自律性也是很重要，因为进庙什么要照着它的规则这样。都外口的防疫措施，所以阮这2边边仔我拢给它关起来了吼，我人正殿才人拜着，才亲像个请落安尼，所以阮袂讲话安尼，内底支持遐济人。根据内政部上新的指引，3级警戒宗教场所原则上无开放，不过若有建立内部人员的名单，做好健康监测和卫生措施、防疫配套，就会当带条件开放。不过各地头庙市的决定也拢无同。台中的大甲镇南宫决定要维持管制，但收到主管机关的公文才做决定。苗栗白沙屯的宫天宫、彰化的鹿港天后宫拢暂时无开放，那彰化的南瑶宫是带条件开放。一般我们的那个香客游客95%都来自全省各地，所以存在了非常多
不一样的因素啊，所以我们的话暂时会遵照这样子的一个指示，一直到我们26号之后的话再来看情形。为了要顺应信徒的需求，我们7月13号开始是暂时微解封，就是仅开放大殿的部分。那我们2殿跟3殿是不开放，那抽签跟宝龟的部分是暂时不提供。婚姻馆长张立生表示，尊重每一个庙市的决定，不过若是要开放，就要做好防疫措施。庙市敢要开放，中央甲地方有无同款的考虑，唯一的共识就是要做好防疫，唔通互疫情有机会搁反苦。记者综合报道。国家公园甲国家风景区虽然放冷，也毋过袂当耍水。琉球乡公所就拍算讲要要求旅客提 PCR 阴性的证明，才会当来佚佗。茫茫讲因会使比较金门马祖才离岛的民众会使先注疫苗。另外，为伫高雄登记国家森林游乐区13迄天300个名额，一家囡仔就拢预用完咯。南部真受欢迎的2个观光景点，垦丁甲小琉球，伫13未解封的规范之下，最后的活动无开放。业者认为讲，垦丁甲小琉球除了风景，就是最顶的活动上介啥人客。即个未解封，最后的活动煞无包括在内，对已经买到有村的生意来讲是帮助无大。平常大概客人不到1成嘛，那现在顶多增加不到半成，就是5%而已。这里微解封对小琉球来讲，目前是没有感觉的。那水域活动目前也是封闭的状态。它要水里轮杠，好，它的引擎才不会坏掉。那我现在一直放在这边，我也不知道怎么办。离岛的居民嘛是真烦恼，大家民众已经关袂掉，就算袂当耍水嘛要出来佚佗。颠倒会真做防疫空芳。公所目前建议，若要去小琉球的游客，都要拢有 PCR 阴性的证明才会当去。呼吁中央都要互小琉球的居民全部注疫苗。台湾的疫情都已经趋缓，那就直接解封，那当然就没有这个问题啦。所以也不要微解封，就还是维持现状。进入岛上的游客，他至少要有 PCR 的检验性证明。然后第二个，我们也希望说，小琉球能比照金门、澎湖这样的离岛，可以做普遍的施打疫苗。13未解封了后，会重新开放的登记国家森林游乐区，目前13到23的名额拢已经互注文了。那在腾资的300个预约名额的部分呢，目前都是额满的。从3级警戒以来，高雄的普治地区甲西亚湾等等的所在，最近嘛小连续出现人阵。高雄市府表示，13了后，户外活动会优先开放。不过，伫13进前，民众若是有群聚的情形，也是会互处理。记者综合报道。爱爬山的民众是真关心，讲台东的嘉明湖敢会当开放咧？管理处表示讲，目前无打算要开放，离啦之前已经订房的会全部来退费。台东林管处的清洁人员顶礼拜去嘉明湖沿路摒扫，家伫3级警戒期间，无人进来嘉明湖行搭的清幽美景录做影片。指挥中心宣布讲，7月13开始有条件开放户外的空间，包含森林公园和国家公园。因那嘉明湖算是国家步道，敢会开放？台东的林管处表示，嘉明湖有2大山屋。除非中央宣布降到2级管制，目前到7月26进前，也是无开放嘉明湖，互人爬山。因为住宿属于通铺型的设施，在室内空间不容易维持足够的社交距离，因此嘉明湖国家步道是不开放。不过南怀山区的立德部路2天前发生有人撞入去另外一条无伫林管处管的界木树山，要爬去嘉明湖。雨顺落的之间，可能离开。部落烦恼，若放量限制，界木树山会变做去嘉明湖的空旷。立德部落决议要加强巡逻，民间的业者也呼吁爬山的人搁在忍耐。这样子来来回回在巡逻，这样一天一天换人啊，要不然怎么办呢？我个人是觉得说，就是风其实对大家都好。台东的林管处强调，除了暂时唔开放嘉明湖，互人爬山，也会和警政署和台东的警察局联络，伫3级警戒期间，请警方莫启发嘉明湖四边的地区入山的申请，避免有民众搁走入去嘉明湖。记者综合报道。昨下晡，日本送咱台湾的第2批 AZ 疫苗已经送来到台湾咯。这批的保存期限是到9月底哦。消署表示会赶紧检验，量早提供给民众来注射。
这边日本关乎咱国的 A 有风车总共2批，伫初8到运到台湾，有效期是9月27到9月30。是描述初8到派人到机关冲突现场监督拆箱，核对批号、点数量、查核运送冷链。每一批疫苗拢抽600剂样品做疫苗业务检查。伫现地封存疫苗了，样品再登去国家实验室做试验。若是文件资料加检验拢合格，会赶紧核发封检证明书，交予疾管署安排处。日本对假的113万剂有风车伫昨送来台湾。台北101也伫昨晚拍2点钟，感谢日本在这边提供疫苗，加做台湾对抗疫情的力量，展现台湾甲日本的友谊。这边拍2点钟的内容包括台日真友谊，合作向前行，台湾爱日本，做伙对抗疫情。台北23饭店也点钟用日文写多谢，感谢日本佮送咱113万剂有风车。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美国白宫之前伫推特分享送疫苗予各国的消息，嘛包括咱台湾本地是有放中华民国的国旗，也毋过后来这篇破文的消息咯，嘛引起讨论。昨白宫是回应表示讲，这是团队会处理图表的错误。美国官方的政策并无改变，嘛是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甲台湾关系法。行政长苏贞昌是强调讲，美国用实际的行动来表达对咱台湾的支持，其他的做法伊表示尊重。美国白宫 COVID-19 应变小组册立伫推特发文，讲到美国分享4,000万剂疫苗予各国，其中排第第4的就是台湾，佮放中华民国国旗，标注送出莫德纳疫苗。总统蔡文甲驻美代表萧美琴拢转推细度写，毋过后来这篇大文却点点移读，无说明原因。白宫特别回应，这是团队犯下无心之过，无应该被看作是美国官方政策改变。This was an honest mistake that was made by the team handling graphics and social media and should not in any way be viewed as a shift in official U.S. policy. When we recognized the mistake, we removed the tweet. So we did exactly as you said. We remain committed to our One China policy based on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拜登政府最近真侪摆表示，致力维持甲台湾的会官方关系，一种政策未变。外交部表示，已经请驻美代表处提醒美国，唔通因为意图相关推文引起各界无必要的猜测或者是误解，台美互信真深，关系友好。行政长苏贞昌认为，美国以送疫苗这个实际行动表达对台湾的支持，其他是尊重美国的做法。美国是用实际的行动，一步一步的。让世界更看到台湾整个应对，那我们都非常尊重。那未来我方会持续深化跟美国的全方位的合作伙伴关系。另外，美国在台协会新任处长孙晓雅特别来台，出发进前也先甲驻美代表萧美琴会面。萧美琴佫透露，两人会面的时阵，人气雄雄高涨。伊真趣味表示，我的卡这是要予孙晓雅提早适应台湾又个热又个湿的天气。驻美代表处希望甲孙晓雅合作，继续双边充满活力、佮永久的关系。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第二塔印度变种病毒已经传到全世界，是这波疫情上主要的病毒。美国国内新的病例，第二塔变种病毒都有超过5成，一寡所在甚至8成拢是印度变种病毒。也毋过，美国的疾病管制局是强调讲，注预防射嘛是有效。英国的研究嘛指出讲，注2档辉瑞 BNT 的疫苗保护力有96%。辉瑞药厂嘛会研究第3档的疫苗，按算8月份会向美国来申请紧急授权使用。德尔塔变种病毒自全球刷咧团，伫各国嘛引起新一波疫情。美国疾病管制甲预防中心统计讲，伫几落礼拜前，德尔塔变种病毒敢若占全美国新增确诊者25%左右，不过即摆已经占超过5成咯。The Delta variant is spreading rapidly throughout the country. This week, the Delta variant is estimated to be the most prevalent variant in the United States, representing over 50% of sequenced samples across the country, up from 26% from the week ending June 19. And in some parts of the country, the percentage is even higher.
法国巴斯达研究院伫自然杂志顶悬讲，接种第二剂的辉瑞疫苗的受测者，因体内会当产生小甲的德尔塔变种病毒。英国的研究人员嘛发现讲，伫咧注2剂辉瑞的疫苗，安尼会当对德尔塔病毒产生96%的保护力。所以美国 CDC 就讲，就要赶紧来注疫苗。We know that the Delta variant has increased transmissibility, and it is currently surging in pockets of the country with low vaccination rates. We also know that our authorized vaccines prevent severe disease, hospitalization, and death from the Delta variant. 另外，辉瑞药厂嘛宣布讲，即马当咧研发第3剂疫苗。初期的人体试验数据显示讲，注第3剂疫苗会当新冠保护力到真悬，受测者的体内的小甲抗体嘛增加5倍至10倍。辉瑞上紧会伫咧8月份，甲美国申请紧急使用权，接种的时间建议是伫咧原本注2剂了后的6个月至8个月之间。辉瑞嘛同齐和欧盟的其他国家的监管当局来讨论追加第3剂的计划。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日本东京第4摆提出紧急事态宣言，日期是到8月2日。日本政府昨暗嘛决定讲，因为疫情的拖，所以东京奥运的比赛无要开放观众。有一寡比赛不是伫东京，敢要开放观众会个讨论。崔尾案，当局5方视讯会谈，参加包括去刚到日本的国际奥会主席巴赫、当局组委会主席桥本圣子、帕文代表、日本奥运大臣丸川珠代，加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因为首都圈新冠疫情清悬，决定东京都埼玉县、神奈川县加千叶县所办的开闭幕式，加大部分的比赛拢无开放观众入场。先ほど行いました IOC、IPC、組織委員会、東京都、国による5者協議では、緊急事態宣言が新たに東京都に発出されることが決定されたことを受け、東京都の会場は無観客とすること、緊急事態措置が講じられていない区域においては、それぞれの地域の状況を踏まえ、首長と協議の上、具体的な措置を決めることで合意を得たところです。因为日本政府初步对东京都第4遍发布紧急事态宣言，自7月12一直到8月2日，表示当局会伫咧严格防疫措施下进行。当局组委会讲，比赛门票已经卖出363万张，会对东京都内场馆卖出去的門票办退票。に支障をきたさないですとか、ご理解をいただけるためにどうしたらいいかと。そういったことをすべて勘案していく中で、今回仕方なく無観客、一部無観客ということになったわけであります。尽管受到疫情影响的一个东南亚运动会，东南亚运动会本来是今年11月要伫咧越南河内顶11个城市办，不过越南目前正努力伫咧对抗新一波疫情，所以宣布比赛延期。可能会延到明年的4月或者是5月。公司新闻郑伟林、蒋建光编辑。咱国友邦海地总统摩伊士被暗杀死亡，警方指出，这个杀手的集团有28个成员，有的是哥伦比亚的人，有的是美国人，也毋过主要的嫌犯身份佫毋知影。其中有11个嫌犯是伫咱国伫海地大使馆互警方抓起来的。目前海地局势正混乱，9月2日要举办总统甲议会选举哦。美国是呼吁海地应该爱照常举办。海地政权初步掌握刺杀总统摩伊士的是26个哥伦比亚的人，甲2个海地的美国人，因组成的这个刑事队。案发了后，警方伫凶杀案的现场的一栋厝，掠到15个哥伦比亚人，还佫2个海地的美国人。3个嫌疑犯伫和警方相拼的时阵无命，另外还佫有8个人走路。警方伫现场有查到步枪、刀啊、对讲机、甲钢槌啊这些物件。伫韩国合作之下，哥伦比亚方面有来协助确认嫌疑犯的身份。Inicialmente, la información señala que son ciudadanos colombianos, miembros retirados del Ejército Nacional. 海地选举部长皮耶嘛，甲媒体公布2个海地的美国人的身份。美国国务院嘛无法度来确认讲这件代志是真的还是假，佮强调讲会和海地官员合作来提供协助。
毛医师是有刺杀身亡，安尼嘛有海地政权出现空壳的政权。目前是大总理乔赛德来掌握。联合国的特使达利姆嘛表示讲，乔赛德会煞咧来领导海地，一直到举行大选为止。The first round of parliamentary and presidential elections take place on September 26th, with a second round in November. Prime Minister met with us, said the intent is to maintain this calendar. 美国表示讲支持海地伫9月选举会当照期来进行。原本就已经真无稳定的海地，自从这个刺杀事件发生了后，百姓拢烦恼讲会有更较侪暴力事件来发生。国际社会嘛烦恼讲海地会陷入去无政府的状态。海地隔壁国岛明尼加驻联合国的常任代表就表示讲，需要建立一个团体来帮助海地人民来重建和平。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译。台湾有120万的身心障碍者哦，也毋过只有重大伤病证明的身障者才会当先注疫苗。身障团体今仔呼吁政府讲，身心障碍者算是高风险的族群哦，政府应该保障因的人权，安排因先注疫苗。疫苗陆续到货，政府要拼月底达到25%疫苗覆盖率。暗过伫台湾有120万身心障碍族群，所拢互人袂记哩，大部分拢无被列为优先做的名单，只有少数被列为第5类，也就是伫照护机构的民众，或者是列为第9类，领有重大伤病证明，才能优先做疫苗。相关团体都向中央发声，爱保护弱势族群。身体比别人差，但是呢，又得出门。为了生活还没有接种疫苗事实上大家都是身心的煎熬。你是登记有案的，由居服员到家里来照顾的，这些人才有资格去打疫苗。家里自行照顾或者是申请外劳的这些重度身心障碍者呢，就被排除在外。世界各国大部分将身心障碍者列入疫苗优先做的对象。亲像英国、法国、澳洲、德国甲奥地利拢伫伫前6顺位。毋过伫台湾，并不是每一位身心障碍者拢领着重大伤病卡。根据统计，两国受伤的人当中有96%是中度、重度身心障碍者，有将近3万人、14人拢要坐轮椅，也佫有呼吸功能、自主神经无正常、心跳、大小便控制障碍等。是属于染疫高风险的族群，所以一直拢担保疫苗来保护。家人自行照顾，或者是什么有外劳来照顾。那这些人，他每天他要出去采买什么东西，带着细菌回来的，带着病毒回来的话，那我们这些最弱的朋友，第一个遭殃。民间团体呼吁政府应该回应身心障碍者的诉求，除了赶紧安排做疫苗，也爱放令予照顾者甲外籍看护做疫苗，避免出现交互感染，加做防疫空棚。记者综合报道。国内3基金界以来，卫生福利部的统计显示，讲全台湾的家庭暴力的通报量哦，是比去年同期增加1.5%。现代妇女基金会是认为讲，因为规工拢踮伫厝里，被害者想要对外来求助，变甲真困难。3基警界规工踮伫厝，若居家上班，甚至是失业、情绪甲经济压力会大大增加，造成家庭暴力的事件常发生。台北市统计家暴通报案件，今年1月到6月来到8604件，甲去年同期比较是成长4%。其中老人保护案件，尤其是直系血亲通报防虐待，增加8%，成长明显。就算离校受暴的案件减少，北市家庭暴力甲性侵害防治中心认为，恐惊不是表面数字显示的。这是存疑的，因为孩子，他是未成年的，他没有到学校，他没有外出，也许他被发现受暴的状况也相对的机会是减少的。现代妇女基金会指出，卫福部统计，今年5月3级警戒了后，全台通报家暴的数量比去年同期增加大约15%，因服务的个案更加增加3成。其中受暴妇女规工踮里有加害人，存在的高风险环境，佮因为疫情唔敢出门报案，伫一种外面有疫情、内底有稳静的状况。加害人也因为就是说我们不能出去，所以呢，他其实有强化了他的这些暴力的这些行为。就当事人会告诉我们说，他不敢去警察局报案或者是去验伤，这样的一个状况都让就是他对外的求助其实变得更困难。
针对李小的家暴，北市呼吁会当有更加侪善意的路人甲，像关心囡仔是毋是伫热天穿长袜啊，无符合常理的行为。针对受暴妇女，现代妇女基金会指出，有的人脱离暴力，煞面对着经济困境，需要靠因募集的物资来过日子。记者林王兴中台北报道。7月13，三级警戒特别放令，也毋过学校、幼儿园、安亲班、佮有补习班，无伫这波放令的范围哦。真侪幼儿园就讲哦，佮毋放令，因伫要关门咯。早起一寡幼儿园的代表就呼吁讲，望政府会使放因一条生路。幼儿园内底敢若剩员工，佮伫咧办公，毋过教室内底是无半个学生。三级警戒伫要2个月的时间，指挥中心初八宣布。部分的场所会有条件来放令，毋过学校、甲幼儿园、儿童课后照顾中心、甲补习班等等，也是依持目前的机制。不少家长是拢感觉真好接受。现在工作是不是？对啊，所以只能你帮忙照顾。对啊，因为都没办法了。没有办法，他们都是轮班制的工作，怎么办？因为在这里才上轨道啊。防疫照顾假，第一个方面，家长直接损害就是无薪，那无薪的部分会减少收入。而且我们的照顾假，我们有用到我们自己的补休假跟员工特休假，那相对的会影响到年底的排休跟轮休。全国学校停课以来，不少家长拿居家办公，搁爱拿顾囡仔，实在是真忝腿。今嘛三级警戒未开放部分的场所，不过教育这方面是还无放令。台南就有业者代表300多间私立的幼儿园、甲托婴中心出面反映，认为政府发一届性的补助根本就无够。而且幼教业者嘛，拢已经准备好势要恢复上课，每个月爱支出的人事成本是真烧热，唔知警戒爱甲伫当时，呼吁政府应该有条件来开放。我们可以收家长的这些协杂费，事实上家长不来，你可以收到这些费用吗？幼稚园或托婴中心，它是属于一个很固定对象的收托幼儿，可是你开放的那些场所，其实基本上来讲，它是很不限定人的，不特定人，尤其是像那个电影院，你能够去掌控的能力是多少？所以我是觉得它这个开放的逻辑是很大的一个问题。那在台南市的部分，我们也希望说，以老师的生计为主要的考量，看能不能有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帮忙老师。那总之，从12号到26号这2个礼拜，希望说大家能够在相忍为防疫，对我们积极的赶快。尽快的去找一些资源。针对这点，教育部表示，幼儿园甲补习班的师生互动的距离是真远，而且佫伫咧密闭空间，风险是真大，所以目前也是依次停课。也若最近各县市嘛已经开始甲幼教人员注疫苗，不过这也需要一段时间才会当有保护力。随后会甲指挥中心持续讨论，希望会当用有条件的方式，互幼儿园会当恢复营运。记者综合报道。劳动部昨放令外国人嘛使申请安心即时上工的计划哦，也毋过条件是讲要有永久的居留证甲工作的许可，也毋过有一寡当毕业想要留伫台湾食头路的学生，嘛是袂当申请。有连续放行家所测试，各把椰子糖到捌打。马来西亚教生讲，这是因故乡的早午餐，里面会有甜甜的感觉。然后还有一层那个牛油，因为这个是算我们在马来西亚会用来早餐的那种食物，这样觉得好像抓到这里台湾人的口味的时候，就开始降下来。伫文化大厦附近这间餐饮店的员工，大部分拢是来自马来西亚，因尽管做较适合台湾人的口味的菜单，不过拄开无偌久就拄到台湾的疫情爆发，生意受影响。其实是蛮紧张的，因为我们就是靠这家店的收入来过生活，对，就没有其他收入，而且我们是那个外国人，台湾有那个纾困的，就是学生也有，可是我们外国人没办法拿到。林玉芳原本也是伫台湾读大学的教生，毕业了留伫咧台湾工作。伊讲，照伊这摆身份是无法度摕到纾困补助，伫疫情期间继续留伫咧台湾打拼有压力。不过，伊的故乡马来西亚疫情是更加严重。因为我们侨居地马来西亚也就是很严重，每一天都7000多宗。你想说回去生活也是没办法，所以只好待在这边。劳动部伫初八放令外国人也当申请安心一时上工计划，到政府部门所设出的临时课工作，不过就要有
永久居留证加工作许可，对拄则毕业的侨生来讲条件伤悬。因为后礼拜日7月12会当开始申请的专时小过劳工生活补贴，因也无适用。这个处理上面来讲，学生的部分还是教育部来去做整体的考虑和规划。驻外到外地工作无容易，华侨也希望疫情赶紧结束，伫台湾找到生存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的那边，家当饲袂少石斑跟我鱼哦，也毋过因为疫情，真侪餐厅拢无营业，嘛影响到销路。议会除了帮乡亲来申请政府的纾困，嘛呼吁民众加减来注文，帮助渔民渡过难关。疫情冲击各行各业，屏东在地养殖业也受到影响。因为真侪餐厅休困，出产石斑、我鱼等等的那边甲家当，都渔产销袂出去的状况，价销嘛对咧半。内销的部分，因为疫情的关系，已经比咱消费第一市场已经降掉1/3。虽然行政院有公布纾困4点0生活补贴，渔民会当领到1万或者是3万的补助金，不过渔会也是希望增加渔产的销路。一阵仔佮配合当地防疫平安箱的平台，互民众免出门，也会当伫线顶买到在地渔产。我们议会因为做了蛮久了，很多客户都知道，所以宅配这一块我们做得还好。渔会表示，北部冷冻包裹暂停配送，希望中南部的民众会当利用注文送到厝的服务，帮助渔民渡过难关。渔会也协助渔民甲养殖户做伙经过疫情。记者综合报道。管制对后礼拜开始会淡薄放冷哦，也毋过华人的观光业者是有开始有真侪订单，也毋过啥物会当，啥物袂当，业者是一粒头两粒大。华人县政府嘛认为讲中央公布的内容无介清楚，表示讲会甲中央确定了才去宣布。中央宣布部分解封了后，华人观光业者开始准备营业，亲像海洋公园设置电子票入园的系统，一寡卖场会部分开放，因为5路的项目是还未开放，可能会造成人与人之间近距离接触的一个活动，包括了游行、解说课程，那这个部分我们可能会暂停对外营运。目前呢，我们在娱乐项目的部分呢，暂时还是没有营业的。那在电影院的部分呢，由这威秀统一来处理啊。旅宿业已经开始接到3成的订单，不过对中央规定的爱依次式来5个人以下，而且2人一间或者是1人一间，业者是有无同款的看法。2人1室以下的这个标准去做接待的话，出游成本的增加，我们认为对消费者的心理预期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影响。室内规定不能超过5人，所以我们每个房间一定会在5人以下。那除了家庭，单独一个家庭除外。花莲县政府批评中央部分解封的政策讲了无够清楚，和地方政府真歹处理。是我们还必须去跟中央相关部会去进一步去获得明确的指引，那么才不会让我们一般民众受到混淆、受到误导。县长徐正伟强调讲，会甲中央各部会赶紧来联络，伫咧确认各行业场所部分解封正确的版本了后，才有法度公布上新版本相关的规范。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北市深溪老街哦，有真侪业者听到中央宣布讲会当来放零限制，拢表示讲因真期待会当来开店做生意咯。永过人山人海，新北市深溪老街，即马奥多摆拢通直接2入去，透中昼来遮包物件的人也无多。三级警戒过外过，就听到中央宣布会当小可解封，伫咧老街业者表示，但这天已经等足久啊。解封我们当然是蛮期待的啦，但是又很怕说这个疫情这样子，但是我们会做好需要该做的准备。我们是应该还没有打算给人内用，要等那个完全好的时候再说啊。也有民众是认为，要未完全解封进前，要是会包回去吃。我是觉得，如果说都普遍都有注册疫苗的话，这样子我们才会比较放心。食药署公布餐饮业防疫管理5大措施，餐厅若要互人客伫内底食，一定要有隔板，每回座要维持1.5公尺的用餐距离。也内场的工作人员要加戴帽仔，外场人员也要加挂面罩，加强消毒。也调整供餐的方式，请尽量以个人餐。如果是要有一些合菜的话，那希望有专人可以服务做分菜。
施药师强调，准若有人客或者是店员确诊，店就要休至少3天，逐日就要消毒至少2摆。恢复营业的11天内，也简单互人客包回去食。记者闵静怡、何凯新北报道。真侪学生囡仔拢真期待讲会使到学校去运动哦。也毋过，云林县政府是表示讲，学校的运动场因为热热，无法度做实验者，嘛无法度直接消毒，所以嘛是暂时无要对外来开放。校方的工作人员在咧操场进行除草作业，中央疫情指挥中心8号宣布，3级警戒延长到7月26号，但由13号开始，部分授权地方未解封。对此，云林县长赵立先表示，原来校方的操场可能实施实名制困难，目前维持无对外开放。校园的部分哈，因为没有人做管制哦，而且没有办法实联制，也没有办法做清消，所以校园的部分我们还是不开放。但是呢，基于各个乡镇哈的这些运动场所、运动公园、空旷的场地跟绿地，我们完全开放。地人国小表示，目前校方上班的时间维持单一出入口，做量测体温和实名制人员管控，但到暗时的时间，校方的职员下班确实较歹来掌握要处理校园运动的民众。白天的部分，我们当然会有一些人员的管制，那这个比较容易做这个部分的控管。那其实真的到了晚上，就是我们下班之后，的确在这一个所谓的人员进出的这个实名制的这一个控管，就真的会比较有困难度了。另外，针对云林县夜市的部分，需要由每个夜市管委会提出防疫规划书，经过官府监视通过，才会当为解封。基本原则是单一出入口、人流管制、和单双分流。到目前为止，已经有4个夜市提出防疫规划。记者云林报道。因为疫情的关系哦，最近的花是真恶销，农民只好把当个大开的花全部拢弹掉，实在是真可惜哦。公所就呼吁民众哦，加减买一寡花来帮助农民。红季季的花蕊开满园，实在真眼目。农民一支一支夹落来，心内煞是真唔甘，因为这寡花拢总要等现实。心在淌血啊，剪一下痛一下，拢做无采这个花做唔甘的啦。屏东县盐埔乡是重要的花草产地，煞因为结婚、丧事、甲学校毕业典礼拢停办，花草的需求也降低。农民送到花市的花，因为卖袂出去，拢囥甲冷起，只好等掉。农民毋若是一身半银都摕袂到，阁要负担包装甲运费，实在真了钱。因为疫情的关系，都卖不出去啊。现在就是通通开完了，没有减掉不行。寄去就是残货啊，然后价格很不好啊，就不符成本嘛，我们还要运费啊、人工啊，那就不用再寄了啊。现在台北那花的拍卖市场都休一市啊，拍一市，变成是他们也分流起来，而且市场的通路也没有那么顺畅。希望说在疫情严重期间，大家能宅在家，帮这些农民。因为疫情影响，互农民了解无价花，公所也希望民众在买民生用品的时阵，嘛会当买一寡花来甲厝内做装饰，毋但会当消透疫情期间关店厝防疫的压力，阁会当帮助这寡农民渡过疫情难关。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因为疫情哦，本地5月底伫台南西港3年一届的西港乡活动不得已停办咯。一礼拜来暗时7点半，公司台语台青春咱的梦要带乡亲来看，伫西港有一场少年家哦，因伫在地推广在地文化甲文创产业，望讲故乡的特色，会当互大家来了解介意，那么做伙先来看卖。已经有240年历史的台南西港乡，独一的艺阵文化是国家重要的民俗活动之一。在传统以外，才有一群少年人积极投入地方创新，连接文化甲产业，吸引外地人来熟悉西港。有当我像阮讲，我住西港，阮遐做名。伊当我讲啥物，伊知影大家嘛，知影伊毋知我西港，我拢无去重视咱家己，我拢感觉理所当然这件代志。稍微挺胸一下。由在地少年人组成的CC港，认为传统文化若要永续生传落去，就要为认捌家己的故乡开始。因和在地店头合作，组织正人的力量，要创造属于西港的商业模式。阮负责请经费了，嘛是需要这店家的支持，因嘛爱甲阮相挺，还有到活动较办得落去。其实这是一个互相帮忙的过程。乡乡爆发的疫情，
地区挂香运境都要延期，规划好势活动嘛只好都要取消。收入减少，敢若会当等待搁再出发的时机。你无法度出去，你着伫厝去找资源来争取后一波，啊，甚至是讲疫情较暂缓时阵，咱会当一只有法度衔接后壁的工课安尼。虽然疫情扰乱原本的计划，不过这阵少年人的热情并无消退，因真骨力伫个网络顶维持热度，希望伫个解除封锁了后，有更较侪青年会当倒来故乡做伙打拼。改变偏向弱势的经济环境。记者吴定宇、吴文良台南报道。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6度。中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外岛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的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下礼拜下晡3点，咱再会。